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una Mia 播客，我係 Mia， 我係 Luna。今日我哋聚咗一齊嚟傾下儀式感。Luna， 我先問你，儀式感嘅本質係乜嘢？一場大戰同一場盛會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你會特登為一件普通嘅事情增添一啲特別嘅感覺。例如話，朝早起身唔係匆匆忙忙沖杯即溶咖啡，而係慢慢咁磨豆，手沖一杯咖啡，聽下音樂，當呢個係一日嘅開始。聽落好寧靜喎，我都要試下先。啱啱放工返到屋企，就係時候放鬆下啦。首先除咗對鞋，換返套舒服嘅衫。而家點住呢支蠟燭，工作模式，拜拜啦。你好平靜，呢個唔淨只係食點蛋糕，仲包括寫張卡、播首歌，認真佢同朋友講多謝你陪住我。呢啲細微動作，表面嘅好似多餘，但其實佢哋傳遞咗一個信號，就係呢樣嘢好重要，我好珍惜呢一刻。咁你有啲咩改變咩？有嘅，我以前覺得食飯就係食飯，但而家我會特登塞咗手機，擺好餐具，慢慢咀嚼，我心情好多啦。儀式感能夠減壓、增厚生活，但係常因忙碌被省略，生活愉快進感倉促。